下吼第2章，吼讲到先知以利亚，互上帝甲接去天顶，伊的学生以利沙来接续伊的事工吼。今日题目是将感动你的心，互我相分吼。这是一个足奇妙的讲法，好，咱等一下来解说。今日是列王记下，毋过伫列王记上的时阵吼，都有讲到讲，耶和华上帝就交代以利亚吼去竞选以利沙，成做伊的接续的人吼，这是上帝的命令吼。咱今日根本一开始就讲一个时间到啊，啥物时间到啊？耶和华要用光雷风接以利亚上天的迄个时阵到啊吼。时间到，因着圣经的记载讲，以利亚甲以利沙的要对吉甲这个所在吼出发，吼要去约旦河另外一边吼。吉甲是伫犹大领地的上面吼，是迄个以法莲的属地吼，所以因等一下会从北边往下走，然后左转，要过约旦河吼。好，即摆就讲了讲。伫行吼，以利亚就甲以利沙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你车踮遮，你暂时在这里，不要跟着我。伊讲安那？伊讲耶和华吼，差遣我要去伯特利，要去伯特利去。老师叫你等一下，你要等一下无？哈，袂吼，就乖乖等一下吼，乖乖等一下就海去啊。吼，这以利沙介厉害。以利沙讲啥物话？伊讲我只因我的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抓，我无要离开你，我跟着你吼，我死缠着你，我不会离开你。今日的经文吼，这趣味你要注意看吼。以利亚这个老师讲3届，这是第一次。来就记载讲，伊嘛是搁甲以利沙讲，你车踮遮吼。耶和华要差遣我去亚利哥城去，伊嘛是讲共款的话，吼。第3届，耶和华讲，以利亚讲耶和华要差遣我去约旦河，就是要互上帝接去的所在。伊叫伊车伫遐踮伫遐听候。以利沙嘛是讲什么话？以利沙说什么？我必不离开你吼，我决断无离开你吼，我一定要甲你做伙吼。这是要表现啥物货？各位兄弟，这个经文安尼的描写，安尼的设计是要表现啥物货？表现什么？以利沙这个人怎么样？顽固哦。干嘛讲不好的啦？就是很坚决、很坚持对吧？好，好，咱读经文吼，不只爱看到遮吼。下段是以利沙甲以利亚的对话，吼，伫这铺陈内面还有夹杂另外一个代志，就是讲，当因两人到伯特利的时阵，遐伊讲伯特利的学生，先知学生就出来，对，无去甲以利亚讲话，是对以利沙讲啥物话？伊对以利沙讲啥物话？讲，今仔日吼，耶和华要处理的老师离开你，你知吗？哦，什么是叫做谁是先知的学生哦？迄是对撒母耳的开始，撒母耳的时代的开始哈，有所谓的先知学校吼，毋过甲即马咱即马咧流行的先知学校无共款吼，迄是一群人吼，因学习。要成做先知吼，就遮个人，伊讲伯特利的先知学校，遮个学生吼，伊出来要甲以利沙讲，相信伊嘛有一定的程度对上帝遐来的启示，所以因知影伊讲，耶和华今日要处理的老师吼，原文是说，耶和华上帝要从你的头上
带走你的老师吼。啊，毋过最奇怪的是，伊丽莎甲讲，我知恁无伫出声吼，你们莫作声吼，不要出声。这是什么意思吼？这讲两解，吼，就是讲当因到伯特利的时阵，伯特利的先知的学生出来对伊丽莎讲这件代志，伊丽莎讲好，你毋好出声。啊，若去到亚利哥城的时阵，同款亚利哥城先知学生嘛是出来讲，你知无？今日耶和华要处理的老师，伊丽莎嘛是讲安那，无得出声，我知无得出声。这可能是咧表明讲吼，因无去找伊利亚，伊来找伊丽莎讲即句话吼，是可能是咧毋甘讲，哎哟，这个老师要离开咱啦吼，你有啥物计划啊？啥物想法吼？莫互老师互耶和华上帝带走吼。啊，毋过伊丽莎伊甲讲啥物话？无得出声吼。这个翻译是非常文雅的讲法了吼。大部分的英文翻译嘛是翻成 Hold your peace， 吼，Hold your peace， 若要甲讲即马较现代话吼，就是 shut up 的意思啦，就闭嘴啦吼。啊，若要讲较文雅，就是讲嘛是像这无得出声的意思吼。不过我相信伊丽莎是咧讲闭嘴，你点点唔好讲话，吼，不要再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出来吼，就点点看就好，好。他带迄是三届，伊甲伊的老师讲，我绝对无离开你，吼，啊，甲遮个学生两届讲，点点莫出声，吼，恁点点看就好，好。再从经文内面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，这是咱较无去注意到。一开始，伊是讲伊丽莎甲以利亚甲伊学生以利沙从吉甲开始出发。啊，即马根本就讲两人已经到伯特利，啊，即马来就讲两人到OK 耶利，耶利啊哥不见了哈，两人到耶利哥城，最后要去约旦河是讲安那，两人三甲行，有没有看出不一样的地方？哪里不一样？有没有看出哪里不一样？这个经文的细节很重要哦。一开始讲两个人出发，啊，两个人行到伯特利，两个人行到耶利哥。啊，接下来是讲两个人三甲去约旦河。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啦？行了，我用台语讲，你们都看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就。两个人出发，两个人到伯特利，两个人到耶利哥，然后怎么样？两人一同前行。一同什么意思？三甲行什么意思？头前敢若是咧描写讲两个人去对，两个人有去对。即马上尾是讲两个人三甲进前，表示这个师徒已经合心合意了。头前其实伊利亚可能也搁咧试探这个学生到底是要第伊啊无第伊，所以甲讲你且踮遮我上帝要找起我去对。伊讲无爱，我决断要甲你做伙行。到最后要去约旦河，伊嘛是安尼讲了后，圣经确实写安尼，圣经才写成说，两个人三甲进前，表示这个时阵真正以利亚嘛接受这个人啊，嘛接受这个人要成做伊的学生啊，所以咱看到。这两个人一同前行，表现出头拄讲过，伊丽莎是一个足坚持、伊意志足强的人。伊认为伊对的代志，伊是坚持，无后退，就一直要行。
好，即马行到约旦河，圣经嘛记载讲，遮学生。先知学生50人嘛，对伊的边后面咧行吼，啊，毋过徛伫伊的对面。这个时阵，伊利亚甲伊的外衫吼脱落来，卷起来打水，啊，约旦河的水就安那分开，吼，因两人行过。啊，这50个有行过无？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吼，两国无共款啦，吼。讲到约旦河打水啊，水分开，想到什么代志啊？各位兄弟，第古用啊，摩西什么过红海啊？可是红海是海呢，吼啊，这是约旦河呢，还有另外一个事件，有无？会记袂？约柜安那？哎，过红海，大家较有印象吼。另外一件就是当约书亚开始要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的时阵，嘛是爱过约旦河。吼，啊，迄阵是安怎讲？跟约柜的人脚踏落的安那，水就分开啊！吼，这个事件是要回应前面的事件吼。我还记得咱咧讲约书亚记的时阵，讲要跟迄个跟约柜的利未人也是有讲究的，对不对？吼。所以以后如果要跟约柜吼，要走前面还是走后面？大家知道要走后面，对不对吼？约旦河水那么大，我脚踩下去，啊水就分开，啊哪无分开嘞？后面两个佫无要紧，头前两个就安那就淹落啊吼。所以大家知道以后扛约柜要扛后面的两个吼。好，题外话，即马转来啊吼。伊利亚用伊的衫拍水分开因两过去啊！吼，这时真正伊利亚甲当作是伊的接班人啊！吼，伊就甲问讲，伊就甲讲，伊丽莎讲，我还未受处离开你去，我要甲你做啥物，你当得求，吼，就是说我还没有被接走之前，你要我甲你做啥物货，你讲无要紧。无拍算，伊丽莎安怎讲？愿感动你的心，双倍感动我。这是和合本的讲法啦。愿感动你的灵，双倍感动我。其实，那汉语本的翻译比较合它原文的意思。汉语本的翻译是讲啦，是讲求你将感动你的心，互我双份，给我双份你的灵，哈，给我双份你的灵。重点不在那个感动哈，重点是双份的灵给我哈。这个时阵，伊利亚就讲：哇，你求这件代志吼是恶地的吼，是不好得到的哦。毋过吼，当我互上帝赐去的时阵，你若看会到，吼，你若看会到，就表示你会得到；啊，你若看袂到，就安那，就无啊啦。哦，这个安排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介重要的一个提醒，人的意志，甲人的坚持有重要无？有没有重要啦？可是吼，那个关键点还是什么？上帝的心意啦，就是讲伊利亚的意思是讲，当我互上帝接去的时阵，你若看会到，上帝若要互你看到，上帝如果要你看得到，安尼。就表示讲，你所求的上帝要互你，啊，你若看无，就表示安那功力不够，对不？没有慧根，不是啦，就表示上帝还没有应允吼，上帝无应允这件代志吼。啊，即马圣经的故事就来到火车甲火马甲因两分开，啊，即马就甲伊利亚接去啊。有看到不？以利沙有没有看见？有看见，而且呢，伊利亚虽然去互上帝接去，伊的外衫啊，佮飘落来留下来。啊，即马伊丽莎就甲老师的衫摕起来，游完学因老师的步数，也是用衣服去打水。约旦河的水怎么样？也分开了哈。今日经文到这，下面的
就无搁讨论啦。这个情形就表示讲，以利沙就真的已经接受以利亚先知的事工。吼，啊，要来看这句话，以利沙伊甲以利亚求的代志是讲，求你将感动你的心，互我三分，吼，给我双份，吼，看起来是在讲。哇，以利亚，你遐厉害，你有上帝的信心甲你做伙，吼，你会当行这外的先知，各兄这对以利亚先知有熟悉吗？有识无？伊做过啥物大的事情？以利亚先知，这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呢，哈，伊家己一个人对付偌济巴利的先知，450个，对无？吼，然后上帝开得互伊赢过遮个先知，吼，甲遮个假先知巴利的先知抬死了，吼，伊讲一句话，天就3年6个月不下雨，吼，伊是能力足强足大。上帝的信心大甲伊三甲做伙一个先知，以利沙要求说：哇，求感动你的灵，双倍怎么样？感动我，要好我降魂。哇，那是不是等于是伊要比以利亚更加厉害？是不是？好 ，double 的 spirit， 要比以利亚更加厉害，要搁做更加侪代志，是不是？其实唔是这个意思，吼。咱台湾人甲以色列人古早的吼，足像的，以前的台湾人跟以前的以色列人很像吼。咱知影，当一个家族爸爸要过身的时阵，要分家产吼，大囝安那？大囝是安那分双份？大孙安那？中迄句你安怎讲？定什么意思？大孙定买囝，吼，就是讲那个大孙就伊个囝当作是他叔叔迄个囝啦，吼，所以大囝会分双份，所以会当摕到双份的迄个人，就是啥物货？就是大囝，知影意思无？以利沙的意思，毋是咧讲伊要2倍的信心，伊是要讲啥？我要成做你的大囝。先知有济无？好多人看这个先知对无？伊讲对面阁有50个先知伫遐咧等。先知有济无？这济毋过以利沙是要讲，我要成为你的长子啦。我要成做迄个真正会当接续你工作的那个先知啦，所以重点不是这个呢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要求迄个数量，对不？那个量的问题是不是？你要我要摕你3倍的神，不是。事实上，伊要求的是什么货？是迄个品质的改变。我要成为你的接班人，迄个真正上帝要使用迄个先知。我想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提醒，对咱即摆教会嘛同款。咱常常会有迄个量迷惑，毋过上帝要看的毋是量，上帝要看的是质，那个本质才是重要。迄个先知遐尼济。真正要接煞迄个约束，唔是说以利亚的迄个干那一个，他要的是那个值。上帝要看的是迄个本质，上帝唔是要看迄个数量，数量不是问题吼。毋过这可惜，即摆咱台湾正教会常常甲迄个量掠做是一个目标，掠做是一个上重要的代志来去跑走，去找找，去努力，这是不对的哈！各位兄弟，底下提示，这是不对的哈！
我定下听到有侪教会我的牧师们拢有一款的豪语，讲2018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人数增加，倍增100人哇，大家都讲好不？赞，有没有很振奋？有啦，有容易无？恁一个人安那，带一个，毋得8家对不？哇，真简单、真容易的代志。看这个都不是重点人数的成长完全不是重点。上帝要看的是什么货？迄个本质，咱是不是真实的基督徒？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基督徒？真正把上帝的话挖出来，迄款的基督徒，愿意我强调的是愿意。我强调的不是讲咱真实有挖出来无，我强调的是有迄个心的愿意，耶稣基督的教示，甲行做出来的这款的基督徒，这是上帝要看的所在，绝对不是量的问题，是质的问题。量不是无重要。迄天阮拜五的查经班，被大家吐槽，陈牧师都那个对量有那个偏见。我说不是啦，不是啦。人多好不？好啊。侪人做礼拜，个人教会兄弟姊妹增加，有好无？好啊，我嘛感觉做好诶。毋过绝对袂当甲人增加当作是一个目标，伊不可以是一个目标。你若甲量的增加当作是一个目标，一定会歪错，一定会行着路去。就要甲量当作是一个现象，就是讲，当咱真实在活出上帝的话的时阵，有可能迄个量会安那增加，嘛有可能安那减少呢？它只是一个现象，唔通甲当作是一个目标，这是介容易混乱的一个概念。其实讲清楚就好啊。譬如讲，各位兄弟，有钱有好无？有好无啦？那唔敢讲。钱很多好不好？好啊，有钱很好，对不对？不过人若甲有钱当作伊生命的目标，就安那？就害去啊！这个人生的性命就一定会歪错去。所以有钱不是坏事。可是人以有钱为目的过生活，就怎么样？的可惜去啊，就可惜了。一样，各位兄弟，教会人数增加，好事情。不过，当咱把教会人数增加当作一个目标来做的时阵，这个教会一定会歪错，一定会歪曲，一定会跌倒，一定会走歪路。今年已经我来个人教会第7档，第7年，剩几档？再来就满我的任期我其实7档进前，我第一届伫遮，不只是就任红木，伫个人教会受恩典伫遮红木就任，我就甲正兄弟姊妹讲一句话，讲咱个人教会绝对无军队总会伊咧进行的101新八家。迄阵一个下骹一堆人拢听着老庆歌这个城市在讲什么？不过，咱要进行的是爱心八家、信心八家、盼望安那八家。讲的表面上是量，毋过各位，那个是值的问题。7档来，我唔知我有顾到咱个人教会正兄弟姊妹迄个节目，
因为纸是看不出来的，是吧？好，7年来我不晓得有没有好好的跟大家，兄弟，做伙伫迄个职业顶面有进步无？我唔敢讲。数量呢，我嘛唔知。啊，毋过我的确有感觉到，咱个人教会正兄弟姊妹，伫信仰的反省，甲实践顶面有无共款，是不一样的。甲我当下来的时阵是无共款的。今日我周报的封面迄篇文章，大家可能还无有时间通看。题目是拒绝什么？啊？我拒绝什么？和去年一样吼。啊，我写时阵那个洪道安吼，中文系的跟我说，牧师啊，你这个标点不对呀。你这样子可以解释成说，我拒绝括号改变，然后要和去年一样。我说啊，你别安做。他说你要把标点划掉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标点划掉，按那念。不会念哦，念一下吧。好，我拒绝让自己和去年一样。重点唔是量的增加，重点是各位兄弟，咱每一天拢愿意甲昨昏无共款，甲去年无共款，甲顶一个月无共款。咱有可能是去年这件代志若发生，我会受气；即款的情形我会受气。即马咧？即马甲笑互过去。去年若对着什么款的代志，我会足伤心失望，3个月食袂落去。即马呐，照常个食落就。就是咱会当做一寡改变，咱拒绝即马的我甲去年共款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是质的改变，迄毋是量的改变。毋望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甲咱的眼光看伫咱的生命的质的改变，这是真正上帝所毋望伫咱身上要看到的。伫新的一档的开始，毋望咱亲像以利沙这个先知共款，遮尔坚持，遮尔有意志，遮尔愿意要去做迄个对的代志，迄个好的代志。决断袂离开，咱拢三甲做伙来加油，咱三甲来祈祷。